我電話旁邊咧就係有香港大學學生會咧前會長 Billy 風喺度嘅。你好，你好，你好，係好多謝你打電話上嚟。你係即係有啲咩見證啊？哦，冇嗱，其實咧，我首先就我本身就唔係好特別想講嘅，因為咧毓民就呼籲我哋唔好上網打飛機咁樣。係。咁但係咧，神區一個人咧就仗義執言，咁我話冇理由就即係唔支持下，讓佢孤單啊嘛。係，多謝你。佢孤單咁，所以我就想，其實想講兩樣嘢嘅。咁第一咧就講呢個反骨仔嘅東西啦。咁第一樣嘢咧，咁佢就有即係皇上啦，即係黃達就即係有講過咧，就係話我哋有協調，只有陳浩天係協調成功嘅咁樣，係咪本土派之間協調？咁其實好搞笑嘅，因為佢喺天琦選完之後，第二日就開記招宣布參選。係啊，講真，3月1號邊度存在協調咧？係咪？係本身唔存在所謂協唔協調啦。咁喺嗰個飯局裏面咧，因為其實我唔記得咗係咪即係嗰間大排檔都係喺九龍灣附近嘅，係近住熱市嗰度。即係可能急未來啦係咯，咁就有一日咧就約咗佢哋食飯啦，咁樣就關於即係傾我要唔要即係代表佢哋參選嘅事情。咁嗰陣時我啱啱咧就卸任即係學生會會長。係。咁喺嗰餐飯局裏面咧，即係我首先想講第一樣嘢咧係不存在乜嘢永續基本法嘅。哦，即係當陣時未有呢個 agenda 推出㗎，原來，哇，好爆，好震撼喎！呢個係未有所謂永續基本法嘅即係講法出嚟嘅。咁其實喺嗰個飯局咧，只有5區公投全民制憲。嗱，大家都知道啦，全民制憲咧就係即係社會契論嘅盧蘇，應該冇記錯，應該係盧蘇講啊嘛，係咪？即係類似呢一類型嘅，即係我哋即係大家一齊傾過政治嘅憲章出嚟，究竟授權幾多俾政府，係嘛？即係可能好似即係美國咁認同，就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搞革命嘅可能，咁所以每人都有槍。咁但係英國人咧就冇啊嘛，即係冇得有槍啊嘛，你警察都唔係個個有槍。係啊，所以嗰個憲法嗰個授權，即係就係研究緊我哋有幾多嘅權力去授權俾政府咧。例如可能我哋是否授權一個壟斷嘅武力俾政府？嗱，呢個係其社會契論其中一個部分，即係我諗係要處理嗰個部分啦。咁係好廣闊嘅，即係如果係全民制憲嘅話。係。咁但係永續基本法喺當其時係尚未出現啦。咁我當其時當然認同就係全民制憲咯，因為大家就一齊制定呢個係反映個國家主體性嘅一個問題嘛，就係大家共同商議嘅，係咪？呢個國家就人民透過政治參與就彰顯個主體咯。係。咁呢個當然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嘅現象啦。咁當然我對於5區公投有保留，但係我認同呢個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係啦，但係當其時咧係不存在呢個所謂永續基本法。咁所以其實去到後來咧，即係可能確認書出咗啦。咁你有永續基本法，我都當佢係一個。即係我都當佢係一個選舉預言嚟嘅。嗱 Billy， 喂，我有一樣想澄清啊，即係你話永續基本法啦，喺你同佢哋嗰個所謂協調飯局裏邊咧，從來係冇出現過呢5隻字 ，OK？ 然之後直到去到7月所謂確認書嘅風波先出現，係咪咁解啊？我就之後就冇跟開佢究竟幾時講永續基本法，但係我當其時同佢傾嘅時候，但係總之你傾嗰陣就一定係冇啦，總之就冇永續基本法。明白。咁就係去到有可能出咗可能啦，就出咗確認書之後，咁永續基本法，咁當然我自己就睇係個選舉預言啦。我覺得可能會唔會係因為想繼續有得參選，所以就講呢樣嘢啦。所以就講呢樣嘢啦，咁樣。咁我就當其時都不以為然，咁亦都冇話即係出口去攻擊任何嘅即係永續基本法嘅議程啦。當然你冇啦，即係我都當你係。咁但係去到選舉完咗之後咧，大家跟住就開始就話我哋係反骨，話我啦係反骨仔。佢講過邊幾個咧？第一講大幫啦，無論端端就變咗一個，其實就唔存在嘅。OK， 就話你啦 ，Billy 啦 ，Kevin Wong 啦，就呢個陳亞明啦，梁俊傑啦，阿明啦，陳亞明啦，咁仲有好即係唔知其他，有 Vicky Chan 啦，好多啦，就無端端就變咗做呢個講大幫啦，係咪？係啦，冇錯，跟住就話我哋係反骨嘅。反骨仔咁樣，咁當然當其時我哋係冇就住嗰個永續基本法。等先，我有一位咧，
工黨嘅鄭思律咧聽緊，咁啊歡迎你。咁佢話冇聲咧，咁咧你就如果冇聲咧，你就重新入過 ，OK？你重新進入我哋直播就有化身聲噶啦。台嘅鄭思律啊，係同係呢係佢個拆細台啊，吓佢中意聽我哋冇所謂，我哋歡迎嘅，OK？咁好啦，阿即 Billy 係唔好意思打岔咗即你，你繼係暫不續追究你哋。吓你阿 Billy 唔好意思，我打岔你，你繼續啊，即係話你反骨仔啦，咁話你吓係。咁但係你去處理就係所謂永續基本法嗰個問題咧，吓就係你永續嗰個基本法，你永續係乜嘢咧？如果你永續基本法，基本法作為一個子憲法，佢個母法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啊嘛，第係啊31冇錯啊條先至要有特別行政區，係啊，然後咧先至就會再有基本法。咁、嗯你永續基本法，咪即係永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嗯咁你咪即係咁樣咪即係投共？嗯咁所以當其時都冇去到處理呢個問題啦，純粹當佢選舉完，但係去到選舉完咗之後，就一大規模嘅清算，就令到大家覺得你同我傾嘅時候，即係令到我覺得就同我傾嘅時候係冇出現到呢個議程，但係你選嘅時候突然間講，咁我已經冇攻擊啦，我都冇參與你嘅選舉聯盟啦，咁點解都叫做係反骨仔咧？咁呢個真係令到我覺得匪夷所思啊！呢啲邏輯呢啲罪名。吓，即係已經選舉之後對你有好多攻擊啦，包括你曾經咧調侃過呢個體育救世啦，因為其實我都好唔明白噶，好老實講，點解去康寧道跑道即係跑步，你要收嗰啲熱狗60蚊咧，我都唔明啊！到依家呢一刻，所謂個體育救世係，跟住就係咁攻擊你啦。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我自己處理得唔夠理性嘅地方嚟嘅，即係去調侃嗰個體育救世，咁都係當係呢個人生嘅，即係唔夠理性，唔夠係咯，唔夠理性嘅地方。我都唔睇噶，你同熱狗講理性係嘥氣嘅吓。係咯，咁同埋當其時喺個飯局裏面咧，其實都有提過永續基本法，因為 sorry 唔係有提過社會契約論嗰啲。咁當其時黃仁達就永續基唔係社會契約論咧，就係盧梭咩好簡單啫，求其揭兩頁就識講噶啦咁樣。哦，即係哇嗱，呢啲就係黃洋達嗰啲嘅理論基礎啦。就求其佢認為咧，盧梭嗰啲係求其揭兩頁就識講嘅。嗱，大家睇清楚呢啲咁嘅人嘅理論基礎，佢哋所謂嘅理念、組織嘅理念就係，屌你咪求其揭兩頁就識講啊！佢覺得係係啦，咁當然啦，喺嗰個飯局裏面其實都有頗多人嘅，咁我相信即係譬如有阿泰啦，有黃仁達，有鄭泰啦，有黃仁達啦，係有陳四啦，有四眼啦。有黃達啦，黃達老婆啦，係咯，都有呢啲人嘅參與當中。咁好似啱啱我都講起就係話，阿 B 都可以即係去證明，就係當其時喺嗰個飯局裏面係冇提過永續基本法。嗯，係咯，即係你中途轉咗軚咯，即係佢係中途轉咗軚。嗯，而然之後問人點解唔支持佢？呢件事係實在係非常之令人匪夷所思。最慘嘅繼而啊，批評係你哋係反骨仔，話你係啊嘛。其實我真係唔知你係咩嘢嘅，反咗邊個骨？好老實講。係我係咯，我都冇參加喺佢嗰個，即係冇參加喺嗰個選舉聯盟嗰度啦。而喺佢宣布參選之後嘅嗰個勸，即係叫我用佢排頭參選，其實係一個 absorption，係一個吸納嚟啊嘛，唔係一個協調嚟。我即係佢曾經係協調不成功。即係佢曾經係邀請 Billy，你係用熱血公民嘅排頭去參選噶？係啊。好彩你冇接受啫。呢個幾時嘅事啊？呢個就係我唔明成程咪講緊，你而家先重複嘅啫。聽唔到個協，我記得成程你咪講緊咯。因為嗰個協調飯局，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原來佢哋有邀請過 Billy 係用熱血公民嘅排頭嚟到出選。咁後尾 Billy 都冇去接受到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選項啦。咁何來反骨咧？係你從來冇參加過佢嗰個競選嘅團隊，你冇加入過熱血公民。係並冇咁樣做啊！即係並冇加入到，亦都冇加入到嗰個即係團隊啊！咁當其時佢嘅建議就係話我排第一啦，然後四眼排第二，然後到5區公投嘅時候咧，我就要俾翻四眼選咁樣。當其時係言之鑿鑿嘅，即係5區公投係會做嘅咯。係咁，即係去到後來，但後嚟陳雲根話嗰次嘅選舉9月4號已經係5區公投咯。係啊，就唔會做噶嘛，即係講唔會做噶嘛。係啊，記唔記得啊？跟住仲好笑，有一日咧，
鄭松泰喺呢一個嘅直播車嗰度聲淚俱下講到話，叫你哋班僆仔2年之後5區公投嘅補選先至出嚟選啦。佢又喺度講話，你估我好穩陣啊？咁講嘅喎，鄭松泰係即係原來係唔存在嘅。係當其時係講到言之鑿鑿咯。咁去到後來，大家都見到即係陳雲老師喺佢自己嘅應該喺立場新聞嘅一篇專訪裏面係講話，只係講唔會做啊嘛呢件事情。但係當其時係言之鑿鑿，即係假設咧，如果即係假設如果我代表咗參選而我選到嘅話咧，即係應該4眼就唔會有咧，即係唔會有一個補選嘅機會，因為只係講唔會做啦。即係齋講嘅就屌你真係。係啊，咁所以係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諗即係澄清翻，就係當晚嗰個即係飯局嚟嘅，就飯局裡面所講嘅一啲事情，咁亦都指向就係永續基本法係中途嘅改變立場咯。係，喂 Billy， 你剛才有冇聽到嗰個鄭松泰議員咧？阿正白旗主嗰個嘅秘密錄音啊？我有聽到一下咯，即係聽到少少，係好短噶嘛，應該係嘛？相信嗰段咧就有14分鐘啊，但係我哋咧就頭先剛才有分段佢嘅播放。咁你聽到嗰段係咪？你剛才聽到嗰段係咪即係話佢話市民係白痴嗰段啊？我知道有件咁樣嘅事咯。我知道。你點樣睇法咧？你對於呢啲議員講出啲咁嘅說話係？即係假設嗰個錄音係真噶啦，係啦，明白。係真噶啦。咁我相信就係一個民選嘅議員係冇理由咁樣去評論，即係自己嗰個即係選民啊，係嘛？咁樣去講個選。當然我哋都相信就係選民，即係選民佢嘅投票取向係有好多唔同嘅決定因素，而佢嘅情緒同佢嗰個學歷嗰個水平，亦都好多唔同方面係關於可能佢是否一個白痴，亦都有關係嘅啦。咁但係我哋都相信就係如果相信民主嘅，相信一人一票，相信得平等政治嘅參與嘅話，冇錯。咁我相信係唔會咁樣去處理自己嘅嗰個即係選民，或者佢可能由心入邊係相信咁樣嘅。但係我相信講出口呢個就實在，尤其佢作為即係可能我哋普通人討論就冇所謂啊，因為我哋冇公權力啊嘛。嘅暴政或者討論民主嘅缺點嘅時候，可能都會處理到就係究竟個選民夠唔夠，究竟有冇能力去到做一個決定去選一個好嘅人代表佢哋咧？但係我相信作為一個代議士，佢嘅身份係一個民主去民選嘅過程去產生啦。至少我相信佢嘅講法應該係比我哋更加嚴謹啦，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係啦，咁我哋要求係應該比正常人更加高咯。我相信。剛才佢仲提到一點啊，就係話咧，就即係呢一個梁頌恆同埋游蕙禎咧，就應該好去快啲死啦，係咪啊？興旺陳都有即係我哋聽過好多次啊。係有呢段。就跟住話即係我哋咧就要台面咧就要同呢一個清正咧就扮 friend 啦，係咪？即係表面就扮 friend，私下就叫你快啲死。咁你點睇呢一種嘅做法啊？佢剛才係咁講嘅，直頭係。第一陣面都係喺個前設，大家即係假設，即係神區收到嘅錄音係正確嘅啦。明白。咁係啊，佢確認咗啦。係確認咗啦。頭先阿鄭松泰喺佢嗰個 Facebook 嗰度確認咗噶啦都。好。咁我相信就係，即係我相信就係冇人會樂見即係本土派受到打壓噶嘛。即係冇人會即係希望見到就係以本土為綱領嘅朋友去即係受到打壓。而我哋好遺憾地，當然我哋未必認同就係梁游去做嘅行為嘅，即係可能會覺得都仲係覺得好唔抵嘅，都會戥佢哋唔抵嘅。係嘛？即係覺得佢哋呢個行為好似未必係最聰明嘅做法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冇人想見到佢哋死噶嘛，係咪？即係冇理由要做死佢哋噶嘛，係咪？咁作為一個議員，作為一個即係根據理解就係佢如果做議員應該係一個太平紳士嚟嘅，咁佢應該係可以有好，即係佢可能無論第時唔知係佢可能反釋法遊行嘅時候，呢啲人俾人拉咗，咁佢都可以有一個身位去 default 即係去可能探佢哋啊，等咩嘅方法。咁我相信佢都應該佢都會一個所謂本土派1:69嘅議員，佢應該可以都會參與喺，即係都會去幫助佢哋咁樣。咁如果佢咁樣講出嚟，咁呢啲說話，咁你以後點樣相信叫抗爭者相信佢可以幫助佢哋？假設佢哋嘅 position， 即係佢哋嘅企位係不同於熱血公民嘅時候，冇錯，係咪？我哋相信就係
無論任何嘅原因，好似教主喺之前5區公投全民制5區公投啊，係 sorry 佢喺2010年啊，咧咪係啊，第一次嘅5區公投係變相5區總辭變相公投裏面講，就係話呢個係一個 war of position 嚟嘛，就係喺個陣地戰嚟，我哋喺唔同嘅陣地去打拼，咁有啲人可能喺一啲陣地去打拼嘅時候，可能會有法律責任。咁如果佢係認同清正嘅行為，佢咪就係唔幫咧？就希望佢哋死咧咁樣。係佢話快撚啲死啊嘛！剛才佢講咗話，呢樣係令到我好擔心啦。啊！咁依家佢哋剛才咧就話呢啲其他即係清正嗰啲就偽毒啦，我唔清楚呢個熱血公民到底邊啲係偽毒，邊啲係真毒。咁佢到底佢哋熱血公民係咪代表佢係真正係搞港獨咧？佢哋又要講嘅喎，你又唔講喎，你又驚俾人 DQ 啊？咁你係咪偽毒咧？我真係唔明啦。不如你鄭松泰議員講清講楚啊！正白旗旗主鄭松泰議員，到底熱血公民現時嘅綱領或者仲有冇綱領咧？如果你有嘅時候，你嘅綱領係咪搞緊港獨咧？你話其他嗰啲偽獨派係咪代表你係真獨派咧？你咪搞緊港獨咧？你係咪可以講清楚啊？你唔係因為懼怕俾人 DQ 而唔夠膽講係咪啊？不如你鄭松泰議員講，你覺得鄭松泰議員啊，係咪有需要交代清楚邊啲為之真獨派，邊啲為之偽獨派咧？因為佢講到一句說話，佢話清算啲偽獨派係有公共性嘅。係，我都相信咧，就不過我可以首先第一點咧就係我認為就係邊一個去界定所謂邊個係所謂真獨派，邊個假獨派，我相信喺一個即係所謂嘅本土陣營裏面係即係冇一個權威去咁樣界定咯，即係即係臨時大總統都冇，即係所謂嘅臨時大總統都係自封，咁邊度有一個更高嘅權威去所謂界定邊個係真一點獨派同假嘅獨派咧？更甚者就係我哋相信就係永續基本法一定唔係獨啦，係咪？即係你喺6·4嘅屠城裏面，大家都知道就係中共啊係去殘暴不仁咁嘛，你仲同佢去所謂永續佢嘅憲法，繼而永續基本法，咁樣係冇可能嘅。呢個絕對就即係喺個理論喺個政治理論上面就一定唔係真獨咯。根據我自己嘅睇法，當然去到最後就係佢，你知佢綱領係可以5時花6時變㗎啦。咁究竟最後真嘅綱領係乜嘢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拭目以待嘅。係啊，希望鄭松泰真係交代清楚啦，係咪？即係你依個綱領係咩咧？當你批評人哋其他嗰啲係偽獨嘅時候，係唔係代表你都係真獨咧？如果你自己都唔係真獨，你點樣去清算偽獨啊？你有咩框？你有乜嘢嘅？你有咩空間嚟到去清算人咧？如果你認為人哋偽獨，而你自己都唔係貨真價實嘅港獨嘅時候，係咪鄭松泰議員要交代清楚呢樣嘢？唔可以含混過關嘅咯。當你講到係，我相信佢作為即係立法會議員，佢而家嗰個綱領，即係譬如佢哋會講話，即係熱普城已經解散咗啦，不存在所謂永續基本法啦，諸如此類嘅即所謂嘅即係講法咁樣。咁而家既然選舉嘅時候嘅嗰個綱領不同咗，即係已經冇咗啦，唔存在啦。咁究竟而家嗰個綱領係啲乜嘢咧？咁係咪個綱領係咪每日都從事地區工作？當然地區工作係需要做，量血壓係需要做嘅，即係去處理交通擠塞問題係需要做。咁但係作為一個代議士，相比一個區議員，我相信大家係期望更加多嘅政治綱領係需要再交代出嚟。究竟現在係如何咧？即係都不一定係所謂真獨先可以批評人哋係假獨，但係如果一個人冇政治綱領去批評別人嘅政治綱領係虛偽、係假嘅話，咁而自己冇嘅時候，咁咪豈不是企咗一個不敗之地？因為人哋冇得批評你噶嘛。係啊，所以我相信就係大家拎出嚟辯論，就係大家覺得邊一個嘅綱領係最好，或者係至少俾選民我交代。我作為一個新批嘅選民，我都想知道代表緊自己嘅立法會議員其實係有咩綱領啊？如果冇永續基本法嘅話。咁所以咧，即係鄭松泰交代清楚啦，搞你嗰啲咁嘅清算搞得咁過癮，個個都話係反骨仔，啱唔啱啊 ？Billy 邊忽反骨啊，大佬 ！Billy 根本由頭到尾，我見佢仲經常拉教主嗰啲嘅 post， 根本上佢一直都係根本上好多嫌隙咧，就唔肯係，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啲咁嘅熱搞啊、清城啊喺度搞出嚟嘅。冇錯。即係同埋你唔可以將自己喺網上，即係所謂文責自負啊嘛。即係你唔能夠你自己寫篇文出嚟，你攻擊有名有姓嘅人，當然你就自己要有名有姓咁樣去即係講出嚟啦。你自己躲在自
鍵盤背後，然後將自己同喺街頭上面嘅抗爭者去到自比嘅時候，嗱呢樣嘢就好嘔心，好離譜啊！真係，喂你唔可以啊！經常啊話自己係所謂蒙住塊面就係義士，喺街呢個 Billy Ma 其實都有講過嘅呢個理論。喂你街頭嗰度真係蒙住塊面去做嘢。Barry Ma 都有講過，喂街頭嗰度做嗰啲真係抗爭嘅蒙住塊面，嗰啲係義士。但係你喺 Facebook 嗰度蒙住塊面，走去攻擊嗰啲真正有名有姓，包括阿 Billy， 包括我，包括其他好多人，呢啲唔係義士嘅行為嚟噶。呢啲係你唔夠膽用你個真實嘅身份嚟到批評人哋，你躲喺個鍵盤背後咋。冇錯冇錯，所以唔好再混淆將兩樣嘢。所以 Billy 呢啲咁有，即係你講嘢有條理嘅人咧，上嚟講啱啊，真係。喂，你要講嘢真係有啲邏輯先得噶。乜嘢義士？你蒙捻住塊面葉偉健嗰啲葉正純嗰啲係捻義士咩？冇錯冇錯，認同啊神區。所以就大家就作為一個選民，我相信就係繼續去監察就係我哋嘅代議士，以及我哋代議士所屬嘅政治聯繫嘅組織，希望佢哋可以即係盡快係有一個即係交代出嚟咯，關於呢啲咁嘅講法。咁所以咧就即係希望佢係交代清楚啦，就唔好淨係喺度揼我咧轉移唔到視線嘅鄭松泰，係咪？聽日嗰段錄音我再掟出嚟嘅時候，係嘛？大家就會聽得好清楚噶啦。文字版啊，乜都嚟噶啦。文字版、字幕版全部都有齊晒噶啦，你無所遁形啊，鄭松泰，你 block 晒我哋益友都冇用啊！屌你諗，你都要面對嘅，其他嗰啲嘅政治組織都會去質問你嘅，唔好意思，你哋玩單機啦，唔好諗住走得甩啊！